當時政府係邊個高層，係局長啊、司長或者特首董建華決定將呢件事係冚埋咗成10年，呢只要全部公開呢，而唔係好似而家咁樣擠牙膏式問你一啲就答一啲，然後呢，將呢種選擇性發放招形式咧繼續存在。剛才郭議員問到，特區政府嘅官員有冇介入呢個評審？咁我哋喺文件裏邊係見唔到嘅。選擇點樣挑選呢個比賽嘅結果咧，係評審團嘅決定嚟嘅。咁所以曾司長咧，亦都當時亦都冇向董建華先生做咩報告，所以有啲繪影繪聲嘅報導咧，係完全冇事實根據嘅。我作為一個曾經做傳媒嘅工作嘅人士咧，對於編造一啲捏造嘅故事咧，係覺得係好不齒嘅。